讲师慈悲，感恩。对，谢谢点传师，谢谢领任。请问你有听到吗？有听到。哦，好，谢谢。那后学今天，我们目前人点传师领任，那各位前贤大德晚安。那后学里，那今天很开心有这一次疗院的机会。那这一次，我们都要这一切都要感谢呢，上天慈悲，祖师弘慈，孙师母两位老大德大德。那我们心意和老前人的牺牲，一手大献，周前人各位点传师的苦行在后学今天要来学习的题目是开班献供及佛堂摆设。好，那佛堂复习。那一开始就是今天后学要讲的大致就是我们开班的意义跟我们佛堂的认识，那及我们开设佛堂的好处跟条件。那第四就是我们到佛堂应该要注意的什么事项。那第五就是我们的佛堂摆设的认识。那第六就是我们佛堂献供的认识。那我们佛堂为什么要经常开班？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了解我们名师一指的殊胜，那找到我们自己真正自己的那个生命大道，了解我们生命的本来真面目。那让我们找到我们自我的本性，让我们越修越光明这样子。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改正我们不好的念头，那恢复到我们本性就有的良知良人。那本来就知道的道德观，那本来就知道我们要孝顺父母嘛，那有爱兄弟姐妹，那本来也知道说，我们要报恩了愿，那孝顺父母要在什么？在平时无所求的时候去做，那才是真正的孝顺。那我们人的本分就是要对自己负责。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攸关我们的众生攸关我们自己及我们周遭的人。那今天我们进了佛门，我们学习的就是道。那道在哪里呢？道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自己就是要以身试法，自己的去实行那我们才有价值。那为了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那学习明白，那不让我们因为无明让我们自己烦恼造业。那学习可以让我们更有智慧，来看待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那处理事情。那所以呢，我们佛堂发心开设了很多的班，开设了很多的班程，像我们的菩提心慧班青少年班、启慧班，那以及我们的4年教育班还有我们的到那个经典班，就是我们的道德经班六祖坛经班，那金刚经班等等的经典，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前贤在各种的研究班当中去学习，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更明白道理，那也让我们减少呢我们造业的机会。所以我们来佛堂研究不仅可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也可以学习我们圣贤先佛的慈悲喜舍的精神经常实行我们的三师就是我们所说的财师法师，那无畏师，那可以让我们改变命运，改毛病，去提气。那我们有说有没有人来佛堂学习越学越差的？相信没有，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所改变，只是说那个早或晚的早
班呢，就是要让我们的潜心有学习的机会。那而且要学习圣人所学啊，修身成为我们道场所需要的人才。那我们道场呢，要人才有发挥的地方，那使人尽其才，那才尽其职，那职尽呢其能啊，能尽其所用。所以我们服务于我们的人群，那将我们的呢，将传道的使命啊，永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道务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佛堂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佛场所啦。我们说，人生啊，时时都是道场，处处都是道场啊。但是我们精进与成长过程啊，都要什么？我们开班啊，都要有一场殊胜的法会啊，才可以让我们学习。所以我们开班，我们可以开班学习。这个是很殊胜的，然后有很好的因缘，我们才可以来开班。那有经典在，有善知识在，我们才可以跟同修共勉，那容易精进，比较容易精进啊，避免去懈怠。因此我们不离道场，接近善知识，研究经典，互相共勉，这个都是一定的。那郑成功大仙他也有来结缘啊，他来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要来求道，要有3世的修行。那我们今天来开法会啊，也要有5世的修行。那我们1世啊，等于是30年，30年，那我们5世就要150年所以这是非常的殊胜。那我们今天可以住佛堂，他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住佛堂，那也要有7世的修行。那今天的亲口也要10世的修行。所以这是我们很难得的因缘。那他跟我们说，我们开班，那我们进了什么进修班？进修班就类似我们的人才教育班这样子。那我们进修班等于我们上了5年的课程，我们等于修了600年。那等于说，我们每听完1堂课可以消我们的200小节。那每听完1堂课可以消200个小节。那读完一个班，等于呢，我们修了120年的，等于我们修了120年。所以呢，我们5年教育班读完了，我们就是共修了600年。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读了1年的新民班，等于30堂课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消了6000小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等了6万多年了，那有那么多节要如何去消，就是这样消。那佛教也有跟我们说，我们有小节、中节跟大节啊。所以我们身为我们佛之尊，我们弥勒祖师的徒儿，我们是很荣幸，那也要知道感恩。而且我们来参班啊，不只是我们有参班的功德，同时我们的祖先啊，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得到一样殊胜的功德。我们来佛堂，我们家的祖先才可以跟我们来佛堂这样沾光。那在那个《地藏本愿经》里面也有说啊，我们子孙孝顺，子孙学佛，祖先也沾光。那子孙呢，如果说他做了菩萨，我们这个菩萨的祖先，他无论在哪一道啊，他一定会受到人家的尊敬。而且我们也说啊，我们来求道，我们来一
课之外，他的冤眷也会一起来听课啊。那如果说冤欠他明白了道理之后啊，他就会放松了。那冤欠如果说，他突然有了善根，听完了我讲道理之后有了善根，那他就不会来干扰你了。所以我们浅显就可以修道，就无障碍，可以消除，那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啊。而且我们很殊胜的就是我们一场法会，我们诸佛菩萨都会到场去来护持。那参加法会不仅可以佛光普照净化心灵，也可以让我们护法天人护法护持仙火加持啊，让我们的冤欠啊远离。那我们也可以从学习中去培养说，我们怎么说好话做好事啊，存好心，那度人化世人，那就是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嘛。那不仅我们可以结善缘，也可以在我们精进中去增长我们的智慧，那觉知指向生命的本质，那进而呢让我们明心见性啊，那究竟解脱。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二是佛堂的认识。老师跟我们说，我们修道有三不离。我们第一就是不离佛堂，第二就是不离浅显，就是我们的善知识。那三就是不离经典。那不离经典，不离佛堂，第一个不离佛堂。那老师跟我们说啊，我们佛堂在哪里？我们佛堂在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当中。说到我说，我们既然生活在外面的世界，就必须呢，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去学习。那所以今天可能会忘记说，我们自身的那个佛堂在哪里？然后不能去约束我们自己啊。所以道就必须借由我们外面有形的佛堂来回光返照。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常常的回到我们佛堂来研究、来翻办。那我们佛堂啊，也有分我们有形的无形的佛堂跟我们有形的佛堂。那无形的佛堂就是指我们的自性佛堂。我们常说，心静即是佛。那六祖坛经也有跟我们说啊，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嘛。若是治本心，见治本性，那即名呢，丈夫天人师佛，就是我们的无形佛堂。那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我们的佛堂的摆设，我们无形的佛堂，也就是我们的母灯也代表是我们的玄关啊。那两仪灯它也代表是我们的双眼。所以我们就都要随时的反光的回光返照，那将我们的自信越照越光明这样子。那佛陀世尊也有跟我们说，我们走入佛堂，行在日常。我们走入佛场，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时时的去充实自己，那慎凡兼修，让我们呢可以建立正确，然后坚定的修办道精神，那营造出什么？我们的道化生活，让我们呢人人都有道。那我们也说，那个执心啊，执心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道场。那名师一指的所在，就是我们的方寸宝田。要善护我们的玄关里面。我们说，人人有个灵山塔，
关。好，然后他也说到啊，他有说我是有看到长命灯，那我不知道长命灯是不是就是平常一般人在点的那个光明灯啊？好，那我们说，我们受那个民师一支点，我们只收我们道亲多少？一次200块。那如果说像去点那个什么长命灯啊、光明灯啊、平安灯啊、健康灯，很多很多，一个名称就可以点一个灯。那他收起的费用就是600，可能600到2000块，或者是1万的以上的费用都不等啊。这个好像没合啊呢。而且我们要花钱花时间。每次过年过节、年初年尾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有看到新闻说，为了点灯，在排队，在争吵，拿什么占位置，拿椅子啊，拿拖鞋，放个东西占位置，所以这个不是就北河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开智慧啊，我们会说什么？这个是稳赚不赔，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宝，我们可以得超生了死，所以我们三宝修持这个修行法门，就是我们说的最根本的，所以我们就是求道，然后来上课开班，这个都很殊胜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说，我们的玄关一指，我们玄关一指指的是我们的受记，是我们的明星，就刚刚一直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点指大家找到自己的真主人、真面目嘛，所以我们来点开我们的生死窍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这是很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那三宝的第一点就是点在那让我们明心嘛，也让我们守学，那要我们把万念归一念，再把一念放下来，那就是我们的正面目。玄关是一个门，那也是我们的下手处，所以我们开了我们的正门啊，往前走，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真主人，这个就是我们自信的玄关。那我们佛堂呢，有分有形的佛堂嘛，那也有分无形的佛堂。那我们有形的佛堂就是我们所看得到、摸得到、看得到的硬体设备，就是我们办道，我们办道求道的地方。那它是一个很清净、很庄严的一个环境，那那再来就是我们不离前贤，就是我们所说的善知识，那善知识，那孔子嘞，我们说老师跟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知草无根，是说一个人他的出身虽然不好，可是人家有志向啊，有理想，有深度，有广度，因为他看到什么，他都可以谦下的去学习。那孔子也说生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跟人家相处，就算这个人再不好，那也是以我们所看到的一面的借鉴，看他不好，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跟他一样，看到他的好，我们就要见贤思齐，这样才可以精进。所以老师跟我们说，徒儿我们要知道，修行是需要靠善知识来互相帮助，让我们慢慢的去前进。那老师说，什么是善知识？善知识又是谁？善知识就是我们的前贤，我们的同修。我们的道亲，那可是有的前贤他修得很好有的前贤他修得不好那要怎么办？那老师说那也是善知识不管我们修得好修
修的不好。那老子他也有说啊，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之者善人之子。资料的资，所以我们说啊，竹摇可材，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种田的农夫，再不行再不好，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他的出身再不好，就瞧不起人家。那真正博学的人，真正好学的人，是要看他看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那第三，它有不离经典嘛？那不离经典，它也是有分有形的经典跟无形的经典。那经典，老师也有跟我们说，经典它只是文字。那浅显教我们不执着于什么文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字只是一个什么印证，那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形象。就好像说，我们要看月亮，或者是要看星星，都需要有望远镜或手指嘛，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看得很，才可以明显的看清楚。那经典呢，就像呢一部望远镜一样。望远镜一样，它可以证明什么？有星星、有月亮的存在。可是呢，它只是一个望远镜啊，它不是星星啊，也不是月亮啊。所以我们经典就是让我们肯定我们自己的信心，更肯定我们自己的路。那所以老师跟我们说，经典要不要学？要不要读？要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要读，可是我们不执着在于什么？我们的文字上面。那我们也说，读经书，它可以怎样滋润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灵成长，向上提升，也可以启迪我们的成功，让我们的心灵更清楚啊，更光亮。所以读圣贤书，知书达理，改变气质，气质好了，这个是事实嘛。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不离，我们要三不离，就是不离佛堂，不离浅显，不离经典。那再来就是，我们佛堂的种类，有分为我们的公共佛堂及我们的家庭佛堂、饮食佛堂跟我们的自心佛堂。那公共佛堂就是指我们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义和圣堂啊，或者是我们的爱享佛堂，它都是基于我们各位浅显的财力、人力、物力所建造而成的。那也是公道心开会，然后办活动、求道、办道、助人的地方。那家庭佛堂呢，它就是设在于我们自己私人的自己家里的那个家庭佛堂，那也说是私人佛堂。那现在就是因为道降火灾嘛，那白杨应运，道在家中修，人人皆可以安坐佛堂。供自己做礼拜，那我们也可以跟佛堂一样啊，办道，也可以开班，也可以办道。那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佛堂，我们现在自己如果可以设佛堂，我们一面墙也是可以设佛堂。我们佛堂呢没有分大小，那人家说人间一佛堂啊，天上一莲花，所以呢一面墙就可以设佛堂。那不论我们的公共佛堂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佛堂，不论是我们的公共佛堂或者是家庭佛堂，它所有的那个佛堂摆设是完全一样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开设佛
佛堂的好处跟条件。我们开设佛堂就是非常的容易，它重点就是要我们开设佛堂，可以修道办道设班嘛，就是找寻那个有缘人广结善缘那我们也可以早晚献香叩首，礼拜老母，诸天仙佛，然后让我们佛光普照。那也可以帮我们就是有仙火的庇佑，远离一些是非，然后逢凶化吉。那我们设佛堂的话，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全家要求道之外，必须要有一个人立下信口愿，我们才可以设佛堂。那我们说了，佛堂不论大小，就是需要保持我们的清净庄严，那重点是我们坛主，要有心，那再来就是我们到佛堂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记得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衣服整洁不可以头发乱七八糟，然后衣服乱七八糟的就进去，也不可以不要穿袜子以示尊重不要没穿袜子就进去佛堂这很不礼貌。那我们进去佛堂我们前道先参加，那坤道后面参加，记得要保持肃静。那佛堂的东西就是要随时保持佛堂的整洁清洁，不要乱丢东西个人物品或垃圾。那爱惜我们的公物，那记得要归回原位那节约用电。那不要想说这个不是我家的，什么东西我都想拿回家，什么东西我都想要有我们不要那么贪心，就是东西够用就好因为你拿太多你没用也是坏掉，也是丢掉所以就是要爱惜公物，那再来我们佛堂的摆设，然后刚刚有说嘛，佛堂的摆设不论是我们家庭佛堂或者是我们的公共佛堂都是一样的。那佛堂的摆设，那现在这一张呢，就是我们的神元山的3楼一般我们求道人第一次进到我们佛堂通常看到的就是顶峰向下，可能只会注意到这样子而已，那其他的不会去注意到什么。那可能求完道之后他也不知道拜什么一定会有人知道。那有的人会说你们关道是拜什么？我们说我们拜弥勒祖师。那有人说我没看到弥勒祖师，可是他有好几尊的仙佛嘛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我们进去所看到的现在神元山这一张那再来后雪先来介绍我们的母灯那我们进去看到我们佛堂的摆设，它是我们整佛堂的摆设，它象征我们的宇宙生的顺序生育的顺序。那我们去的中间看到的上佛桌就是我们的母灯。那母灯呢，母灯代表了它的代表就是我们一贯道的象征代表，那象征了我们的宇宙的那个一个本体，就是我们的明明上帝那为三界十方之主宰，开天辟地之造母，我们称为无极老母我们有的人会说是明明上帝，有的人会说什么无极老母。那无极老母我们又说真理道之体万物之根，它代表着我们每位众生的良心的本性良心它明明上帝又称为主宰天地万物的一切之主宰所以我们叫做明明上帝。那明明上帝，那母灯
灯之火呢？母灯之火它是代表着上帝圣灵真火，它表示呢我们道脉天命呢薪火相传。那求道的时候啊，冥师啊，就是我们点传师，他会引真火，然后开启那个求道人的自身的那个什么明路，那个就是我们的我们所说的那个真火，圣灵真火，那再来就是我们后面一般我们看到就会看到黑鱼是什么，那它这你看不这是什么，那我们母灯后面啊那个墙壁，它的字就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那两边又有悬挂我们的道统的那个传承，可能是大学，那也有可能是中庸，那我们后面的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这20个字呢，代表着我们的五教同源。五教同源呢，那我们明明上帝呢就代表我们的基督教，那无量清虚呢就代表我们的回教，那至尊至圣呢就代表我们的儒家，那三界十方就代表我们的佛教，万灵真载就代表我们的回教，所以这个20个字就是象征我们的五教同源的意思，所以是明明上帝是宇宙的万物创始者，那是至亲至敬至灵的主宰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明明上帝就是我们主宰天地万物一切的主宰，那再来就是这个中间这一盏就是我们的母灯，就是我们看这个上佛桌这一个就是母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两仪灯，它是放在我们的下桌，我们佛桌有分上桌跟下桌，那我们下佛桌就是我们的供桌嘛，那我们供桌的两旁就会有我们的两仪灯，那两仪灯我们又称作为日月灯，那我们用无极，他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那有天地就有日月嘛，大道之用，阴阳流行，那他用易经去讲，所以太极呢阴阳，太极等于阴阳，那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阴阳两个字呢，它是存在哪里？我们宇宙之间，那太极他也说，它也是代表我们的气间，它妙有万物之母，他说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它有分左阳，它有分左阳右阴，那就是左边就是代表日，那右边就是代表月，日月灯嘛，那日跟月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明天的明，日月合其明，那代表呢一本善万术，代表我们的名师承领我们的天命啊，那引导我们的众生呢，以达万书归一本，那师尊老大人呢，他办普圆，所以是一本善万书，那师母老大人他办收圆，所以是万书归一本，再来就是我们的净茶，那我们净茶它是供奉在于我们母桌中间母桌的旁边，就是我们上面的图看到的，就是母灯的左右边。那左右边它就是分为
下桌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日月灯那里就是下桌。那我们上桌呢为天，下桌为地。我们说天高地薄，高明配天，薄厚配地，所以呢上桌呢会比较高，那下桌呢比较低。那它意味的是我们的孝天法地，承上启下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佛像，我们佛像都是以我们的白杨孕育的仙佛为主，那通常都是中间呢是我们的弥勒佛，我们的弥勒祖师，那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南海古佛，就是我们所说的观世音菩萨，那右边呢就是我们的济公老师。那也有些地方我们看到的不是中间不是我们的弥勒祖师，它可能是放了我们的三教圣人，也是称为三佛，就是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金公祖师，然后天南古佛，那中华圣母，那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法律组啊，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关圣帝君及我们的吕仙主，其实我们法律组就是各法律组为道盘的总护持，我们有4位，就是我们的关圣帝君及我们的坛洪大帝，就是我们的张飞，那还有我们的纯阳祖师，然后还有巡天元帅，就是我们的岳飞嘛。所以张飞跟岳飞这2位法律组是我们比较少看的。那可能我们没有用这2尊仙佛，可是别的单位它就是用这2尊仙佛。那是我印象深刻是新组的一个，我忘记了，因为去参加一贯道的活动的时候看到他们表演，那他们有张飞跟岳飞的那个表演，我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那后来了解到才原来知道，我们的法律组有4位。那再来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我们1楼门口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护法神。就是1楼的话，1楼就是我们的左边就是我们的正殿元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茂母师兄。他也是气剑仙呐。那为了我们的三朝普渡，大师发心护持道盘，那所以他下世转世为我们师尊的眷属，就是儿子。那我们称为茂母师兄。那他的果位就是我们的正殿元帅，就是我们先天佛堂的主要护法。那另外一位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正殿将军，这个就比较多人听到，我们都会讲什么？院长大人。他有时候可能来灵坛的时候，我们说，这次是院长大人来灵坛，所以我们右边就是我们的正殿元帅，也就是我们茂蒙师兄的弟弟，然后因为他比较凶，他个性刚毅然后很威严，所以他的国位为正殿将军，那贵总贵为我们的3殿主考，我们称为什么院长大人。所以我们那个3尊的3佛就是我们白杨玉印不可缺的仙佛，就是我们的弥勒祖师，然后也是南海古佛跟我们的济公老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八卦炉。那我们八卦炉就是我们大家众生对天祭拜一定要有的工具啊。那自古来就是表达我们内心心意的一个桥梁。那八卦呢，它是
是什么？他说是阴阳调配，那代表了一切万物经由我们什么老母生化而来。那人为万物之灵，代表了7天，生生不息的意思。那成后于后天呢，有乾坤，就是有男女之分，像是什么普爻啊、阳爻啊、阴爻啊，要协调，阴阳要协调，所以我们说天地不可一日什么无和气，在家修啊，就是要修人道圆满。那天道修自然成，就是要这么协调。那据说我网络有看到的是，当初我们移观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佛具，那我们用的都是一般的一个佛具。那之后就是因为各个单位它要设公共佛堂及家庭佛堂嘛，那我们就变成说，我们自己设计我们的佛具八卦炉，所以我们的佛具跟外面的一般道教所看到的那个佛具是不一样。那所以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当初八卦炉是由我们新一组的和老前人及我们的发育组的韩老前人一起设计。那之后的话，就是别的单位设的公共佛堂及家庭佛堂，他们也自己由他们老前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设计，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各个单位的佛具就是大同小异，就是只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意思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八卦它是有分坎为水嘛，它都有它的意思在。那坎为水，离为火，那艮为山，兑为泽，那巽为风，震为雷，所以我们八卦炉就是代表一切万物，那由我们老母生化而来。那这里看得到吗？打开好像看不到，就是它乾是代表天，那它都有它的意思在。那你们看不到，我就不用看。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万年青，我们佛桌上面都会摆鲜花嘛，然后或者是万年青，那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万年青。那万年青它就是象征我们大道永存，普度众生，惠泽无边。那也象征说，我们天地生机永在，道永远存在，那道心永不离，与我们与母同在。那为什么有一些它都只有插万年青不插其他的花？因为那个有它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跟观世音所拿的净品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万年青、万年长，青就是代表我们的佛性本体的真实的意义。那檀香的话，檀香就是在我们的八卦炉的左右边，那我们有檀香木，就是跟檀香木就是整支的那个木枝，还有我们的檀香木就是那个粉。那我们通常就是用在于我们办道的时候、献香的时候。那乾坤左边的话是代表阳，是代表乾上礼的意思。那右边的话是代表坤道下礼，那代表阴，那是代表我们的有那个燃烧，有那个牺牲奉献慈悲的意思。那代表我们的众生。那它燃烧的时候是代表我们牺牲奉献的悲愿。这个
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张图所看到的，就是上面这边是母灯，下面这边是清茶，上清下浊。那檀香末、檀香粉就是在我们八卦炉下桌八卦炉的左右边，哦，那边是檀香末，一边是檀香木。哦，再来是供果。那供果供果的意思就是结果就是让我们象征我们圆圆满满，那我们修道都能修成正果，那了相凡满愿这样子，那心解脱。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拜殿，我们叩拜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人是等于以叩是等于命。哦，所以是意思就是我们礼敬老母、诸天仙佛。那下跟我们谦虚、低声下气，那踏实是精神，象征我们生生不息的意思。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平炉禅。哦，我们八卦炉中的平炉禅是意味着我们要保持着我们的心平气和。那炉柱就是代表我们要扫除我们心中的杂物，那改脾气、去毛病。那炉禅的意思，它就是虚心学习的意思。好，这里后面这里就是我们简称上面那个是八宝嘛。那八宝它日月灯就是代表我们的心性光明。那八卦炉是代表我们的芸芸众生，那八卦盒是代表牺牲奉献的意思。那炉禅就是虚心学习，那平炉禅就是心平气和。那炉柱就是去除我们的杂质。那再来就是，我们献供的时候，我们献供的时候，我们献供，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啊，尽其内尽其诚，外尽其理，借由我们的正心修身啊，成人成己啊，化完节运，会增胜欲啊，所以我们佛规礼节是我们上天所定的。它是我们成佛的理解，修道的准则，那办道的条理。那钟离大仙也跟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小看我们的献供礼，它是非常棒的那个天梯。我们照着去行啊，成佛有余。那老师也跟我们说，希望我们徒儿好好的修，好好就办。那并且去遵照着去做，那为师也保证我们怎样成道有余啊。所以我们说尽其诚，外尽其理，真诚举行献供礼啊。一切内不离自性，外不佛行就是合乎我们天理，那不违背我们的良心，那就是我们真正献供礼的意思。那我们行我们的献供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表示我们的诚心与敬意嘛。我们就是献供礼前，我们就是要整理我们的佛堂啊，那擦拭我们的佛灯啊，还要将我们的八卦炉整理一下。那我们参与的人就是献供人员的衣服，也就是要整齐清洁。那第一的话就是我们擦拭佛灯，它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盏我们光明的佛灯嘛。那佛灯很容易受到我们外在的诱惑啊，那受情欲所蒙蔽，所以要让我们有日又新的整洁功夫，要我们身体力行啊，思
就是我们献香前一定要平乳，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平心，我们要有平心，要有耐心，要有细心，才可以把我们的杂物去拔除。那放下我们的妄想啊、不平执着，就等于说是我们的赤子之心，等于我们的圆心，等于我们的佛心。那平乳的话，以前后学刚开始在平乳的时候，一直都是用不好的。我后学曾经看过，我曾经计算过，我用了10几分钟还用不好，然后就走去旁边，然后之后又回来。那就慢慢的学习，慢慢学习，那现在就有比较好，所以会比较快了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供果。那我们供果的话，我们的献供人员通常是以3、5、7众为主。那7众的话，就是再加我们端果的那个献供人员，所以是7众。那我们物品的话，数目通常是5盘、10盘、15盘或20盘，最多的话就是25盘。它都有它的意思在。那因为那个要讲很多，所以就是大概讲一下。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献供，我们献供人员的话，我们都会往前5步，往后5步嘛。那我们往前5步就是代表我们尽善退恶的意思。那进前5步就是代表我们遵守的我们的5伦、5常、5德。那退5步就是我们守5戒的意思，守5戒，去5蕴，化5蕴。那我们心经上面所知道的就是受想行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举美旗。那我们献供的时候，我们举美旗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真情的，真心真意的，那把我们的贡品放到举美旗的时候，是代表贡品端供者自灵，我们的灵盖，那我怎么讲？就是为我们尊拜最上界的生命的意思。那再来上清下浊，刚刚后学有说，就是我们佛桌上面啊，不论我们有几尊的仙佛，我们一定要有一清一浊，上清下浊的那个2杯水。那我们献那个上清下浊的敬茶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把我们杯子的母字朝外面，那我们看起来会比较庄严。那有的就是我们的禁果，我们水果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日月精华的所在嘛，就是圆满的结果象征，就是象征我们自己所求如意，那修道有始有终，然后可以修成正果，那我们人天呢皆大欢喜。好，那一般的话，我们献花的话，就是一般佛堂放的就是我们过年过节会换上我们的兰花，那鲜花是代表我们洁净高雅，那替我们佛堂增添一环新的气象这样。那我们献花的时候，就是不用乱七八糟的花，就是单一项看起来就很舒雅，就很漂亮。然后再来献香，献香就是我们白羊弟子的修行客人之一啊，就是我们礼佛以香为敬，
我们要有真诚之意的插香的话，就是以左手插香，那表示我们的清洁的那个心理。哦，那我们也说啊，它那个香是与我们以仙佛沟通的那个什么桥梁，所以呢，心跟香是一样的。哦，我们3支香，我们都是插3支香嘛，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说，人争一口气，佛要什么一炷香。那我们会全炷的上，我们全炷是代表上体，那就是要同心协力炷在一起的意思。那全线的话，就是要对到全线、全心全意。那就是我们心中杂物全现，剩下的就是一颗洁净的心，就是我们的道心。那扩手的话就是，扣手就是好像我们在扣天门一样嘛。我们说，人的一扣就是一命，那我们扣手就是要感恩我们上天呐。祈求上天的护佑。那我们叩首，如果说常常怀感恩的心，如果遇到我们不如意的时候，到佛堂去叩首。那为师通常老师通常都会帮忙。那后学就学习到这里。那如果说有讲错的地方，请各位点传师，然后我们的顶任组长，赦罪。那因为时间超过了，不好意思。那祝各位全贤，祝福各位全贤平安顺心，圣感如意，谢谢。我也非常感谢那个食品讲师讲的真棒，因为我们在职场在做的动作，但是我们的寓意都不晓得实在今天讲的非常的棒。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洪女人师给我们做个这些语音。喂，领任副领任组长在座各位全贤大德大家安啦今日呢非常感谢咱食品讲师呢针对了解这个佛堂的摆设来给咱做一个非常精辟的这一个慈悲做一个启发或许呢听得也非常的详细或许刚才有讲过呢，就是说或许到目前呢还没有去正式上过这一个课还没正式上过这一个课，那只有今天是第1节课那当然呢在佛堂上的一些摆设大概呢或许是有了解，但是像这么详细呢，或许真的也就是第一次呢受教了所以或许在这里今晚呢也能够得到了很多的比较细微的那一种有关佛堂摆设的意义或许晚上呢学习的特别多那因为我们食品讲师呢，那真的有在私人教育上课的前贤呢跟或许说食品讲师呢，他讲的超好的都不用看他就可以这样讲。那当然也从这里可以去了解食品讲师在道场学修讲办话当中呢非常的用心除了做该做的事，那当然他也对道场的点点滴滴呢
话呢，那当然也看得平平的啦哈，看得也看不出到什么。但是晚上呢，或许听他这样呢来讲的这一节课呢，或许真的吓到了因为看不出，但是呢，真的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呢来表露无遗那也在这个当中去了解他在修办当中的用心，真的因为如果有在道场协修讲办那个参办的当中，其实这个叫做也是心得啦。如果你没有用心的话，即使你在道场，你也没办法这么深入的、精辟的把它非常完整的把它这一个了解流露出来。所以说在道场协修长办化来讲，真的我们身历其境晚走过就会留下痕迹这也在修办道的那一种心得经历那更能够了解到理念的真正意义呢那个更不简单。那你也更能够去华喜在佛堂的意义设了佛堂的好处以及它的功用，我们在今天晚上上的这一节课呢，真的更能够去体会，尤其在这一个佛桌上的一些法器摆设，真的我们只是说就有3盏灯嘛就排怎样，有净果有鲜花我们或许来想说我们就是尊敬的为了尊敬这个仙佛，对仙佛的敬意，所以我们的一个献供。结果呢，他献供果有它的意义，鲜花有它的意义，香末有它的意义，檀香有它的意义。你看，真的在我们道场的那一种文化呢，其实点点滴滴对我们的心性呢都有很大的启发。为什么或许要说心性呢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得了顿悟的法门，先得后修都已经了解到我们有一个本体的自信那如何让我们的自信呢能够在流露来流露出它本来菩提自信本质清净的那一种经典所以说呢，在道场的像今天晚上这个课呢，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也很难得呢去听到的课程、参与到的课程。我写想这个课程呢，排在4年教育。当然，4年教育来讲，就是要培育人才的4年的这种教育。那当然，学习人才呢，就是要经过这一种比较详细的教育，才能了解一个始末因为你现在当了人才，你以后也是人家的前贤。那你前贤呢，当然你更能够了解到它的细则，你以后呢才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你了解得非常的透彻，你要教导后学的话呢，你就会一字不漏的把这一个意义呢，能够真的把它这一个流露出来所以说呢，上这个课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对我们一个真修实练者来讲呢，真的很需要这一种佛堂的庄严以及它的启发意义，在的都是在启发我们的身心灵不只说我们学习在道场学习的班会学习经典道义啦这样对我们的启发而已。其
实在佛堂呢的摆设呢，它也有启发的作用，也有教育的作用，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学习而已。所以说呢，在今天能够听到石屏讲师慈悲呢，让或许也受教了能够更加细微的这一种了解细微的这一种了解，所以说呢非常的高兴。那当然呢，我们在佛堂来讲因为在那一年呢那个阳明前贤他度了一个同学是在台中逢甲大学当老师的然后他度化他要来求道。那这个同学呢，他是有阴阳眼的有阴阳眼，所以呢他进来之后呢，他说他要进来的时候，在爱想佛堂外院的两侧，一边就有6位的护法神有6位的护法神。所以说呢，到我们佛堂之后，其实你就会感觉它的庄严肃穆庄严，让我们有一种心非常清净的那一种感觉。而且记得呢，有一次去访亲去那个访亲呢结果这一个前贤他的太太是中风，坐在轮椅。那为了度他的那一个外劳那当然呢，那一个前贤的太太要来如果没有来，外劳也不能求